打的这么早了，大家有经过都知啦，我哋路上在参与路干啦，看到路边边好好你站，加油大大的路站，他路要忙记住的生命不莫大嘞，一路上的路啊，我是那边我是啥的嘛，我住的人出来过来。在那活动进到那个后头，既然老师在自杀之前啊，今年也到了，所以现在要么路家。